请环球圣经公会刘宏义牧师来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把握天日。主内敬爱长辈，亲爱的姊妹们平安。真即个我长无声，真难得讲安尼吼，拄着讲礼拜日啊无声，所以请原谅我用迄较无好听的声来讲道。感谢主怜悯，给我机会，我第二摆伫迄个教会。讲到我会记3年前，我代表台湾圣经公会遮来请安。我会记头前这是迄个咱的上年的诗班吼，哇，唱得非常好。早起来，哇，少年团体的诗班，哇，唱得非常好。咱的圣歌就免讲啦吼，真感谢主，哈利路亚。恁家鼓励，拍鼓我一下好无？我上帝怜悯我，去年1月7，我过伫环球圣经公会。环球的圣经是叫做新译本。真感谢小师，咱的小会接纳有2摆，伫咱的教会阮有邀请国际总干事黄祖伦博士吼，伫咱的教会甲中会做伙主办，而且讲诗篇，讲传道书。我会记万人和平教会邱新民长老夫妇，哇，逐摆拢来参加，大家来参加拢得到真大的帮助。咱的教会实在是上帝所赐福的教会，咱的教会是真正亲像即个阮长老的迄个生命河吼，咱伫咱教会有上帝活命伫咱的教会。早起我感谢小师，伊要离开进前，离开咱教会进前，伊互我即个机会，而且甲咱请安，分享上帝的听。拄则咱二个信息276首，是我真爱念的一首诗歌，诗篇我有欠名字。咱早起问对圣经上帝话。圣经的教示，嘛咱会当伫咱的人生、咱的信仰、咱三角来提醒，会当警醒祈祷，看见咱的软弱无够硬，咱会当抛弃、放弃，咱因为知识也是世俗成就所带来迄个骄傲。自我做义，爱咱谦卑献出生命的主权。我早起经这个题目，是我家己本身有真深的感触。5月底时，请咱台北教会张地章牧师，伊甲我同年，我伫咧困的中间，第2天早起，牧师娘，哇，煞无爱喘气啊，去牧师。带转去，我去看是实在真唔甘的。张地章牧师，我想是将我中的真久吼，我大家看伊做代志安尼真积极，有创意。但是我想，牧师上感就是牧师拢无交代，拢无讲我当时有啥物我想可能讲，咱来看见，即期教会公务，咱。伫咱顶落教会有真大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吴无生牧师，伊伫顶礼拜中昼，伊共款礼拜日，甲牧师娘爱因全家就来做礼拜日，台北的南门教会。中昼有爱餐，4点祷告了，你食饭时，大家发觉讲，伊哪会头壳搞入去？哇，赶紧！哇，内底有台有严重的医生看见，家己去救个啥？哇，上帝接伊倒转去。
伊前一天9月7早做88岁的民宿啦，做88岁，真侪人参加，感谢。第二天，伫礼拜煞爱餐，7万600了，你食饭的是，哇，上帝遮尔重，伊囝儿后做牧师啊，做长老，你讲安尼伊要转去安尼，我啦吼，即个要谢幕我啦吼，很潇洒安尼吼，倒转去安尼，实在是安尼嘛是有当时咱嘛会心酸吼，上帝若互咱安尼吼，讲无安那艰苦吼，安尼一个就转去，因为这检测是乌木圣牧师，上帝有听伊祈祷。我早起这个讲道中间，我大先去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检测咱有人听过，在年轻的朋友，唔知有听过无？讲有一个人暗时做面梦，迄个梦安尼，互伊安尼流唱歌。讲做面梦就讲有一尾大尾蛇，对后面伫甲叫，紧走紧走！你走的时阵，头前一只虎，哇，嘴开开伫头前，哇，后面蛇头前虎，头边怎？哇，看见有一个山谷遐，哇，看见有迄个山藤啦，有迄个山顶，哇，赶紧跳落去，哇，叫迄个山顶，紧落去，等伊到一半时，看里面，哇，有一只鳄鱼啦，哇，嘴开去伫遐等伊安尼啦，头边啦，一个目睭看面顶，哇，伫迄个山顶遐，讲走两只鸟鼠啦，一只白色鸟鼠，一只黑色鸟鼠，伫甲迄个山藤迄个，伫遐甲细叫安尼，哇，惊一个转，切起来，好甲才是噩梦一场安尼啦。我想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真深刻，这个启发对咱有一个启发的意义。讲后面的蛇是人过去的罪恶，头前在等迄个凶恶，迄只老虎是咱人生所会拄着的困难。伫迄个山谷，伫遐喙开开迄只鳄鱼，是咱将来的审判。迄两只鸟鼠一只白色的，是代表咱一生中间的日子；迄只黑色鸟鼠代表咱一生每日中间的这个暗暝。讲这个日月催人啦吼，岁月催人，对人安尼吼，安尼勤劳快乐安尼吼，真短暂的人生中间，互咱常常着反省，咱要安怎把机会，咱着保守上帝，互咱的这个供应。我早起安尼听大家咧唱歌，吟诗学乐，唱歌对，哇，真兴奋。其实我声嘛袂歹啦吼，只爱唱歌，就无声唱歌。我咧想讲，有一个经历，一个浸信会牧师做施达祥，伊个囝做到写文章，甲老爸共款，叫做施以诺。咱有看过伊这吼，这个施达祥牧师，哇，我看伊真侪伊个讲道集，伊拢用写的，因为伊伊敢若好爱吧，伊会当讲，伊个气部无好，所以无气力通坐落去。可能超过20-30年。40-50年前，我嘛是甲伊共款的。我伫武王教会，我嘛做生活，少年团体的会长。后来我也做少年献社会的指挥辅导，但是时间一过，我即摆是台中中的退休牧师了。伫阮身份，人生有4样代志，咱无法度挽回。头一项就是建落大海的石头，你无法度你无甲伊救。第二项是讲讲出去的话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无法度去受到点的。
第三就是讲，失去的机会，错失的机会。有啥物件是，毋是你爱就会当有，你拍拼就会当有。拍拼就是智慧啦，智慧甲聪明无共款，智慧是上帝给咱。第二就是机会，机会是上帝给咱。第三是健康，咱的身体是生命是上帝给咱的，啊身体是啥物人的？家己身体来保持。已经过去，哇，的岁月无法度倒转。第三，甲大家三甲来分享是讲，伫公路，一直咧讲咱的一年中间，咱讲一个中心就是一切以健康为中心。健康若无，咱啥物拢袂当做。咱伫即个内中间，咱看去头大尾，我去感觉。我常常爱讲头大尾的故事孙烈孙烈51岁时，伊讲这头大尾是伊讲这个难兄难弟，两个是若做伙就安尼吼，大家笑甲安尼吼。伊讲有一天头大尾甲伊讲老兄，你礼拜日有时间无？伊讲有啊，啥物代志啊？伊讲一起吃饭啊？哈？伊讲你小气鬼要请我食饭？当然有啊。这头大尾该设计了，不过有条件啊！吃饭还有条件？什么条件？我是基督徒啊，我礼拜天都要去做礼拜。那你我开车来带你，我们一起做完礼拜，我请你吃饭。讲哇，把我设计安尼啦，安尼伊一世人礼拜日到，伊性情充满。孙烈的以悔改信主健康这个头大尾更孙烈真笑脸伊讲这是带领他信主的好弟兄。两个基础点就讲，遇到事情潇洒一点，看事情糊涂一点。三个忘记就是讲忘记年龄。我甲慧玲长老讲，我今日看你更较少诶，更较水。我来教会实在是安尼，为着即个圣灵光会伫咱遮办活动，其实大家拢常常去我讲，大家真正充满上帝的疼，真正有活命，实在是有迄个活命吼，咱逐日就是真有朝气，真年轻，忘记年龄，忘记过去，忘记恩怨。我来查某囝结婚的时，我送伊讲心灵的四神汤啊，就是讲知足、感恩、善解、宽容。这是是咱定定爱啉的，爱食啤酒，感恩想好、善解，什么代志有好的一面？宽容、包容。世间无迄个完全，上帝是完全，所以咱。但我才记得用保罗时代伊对咱讲的话，咱大家来辨别。保罗时代对这个把握今日这个人生的体来，对菲律宾书中间，伊甲咱讲咱要安怎才咱过着真充实、得胜的生活？有三个真简单的步骤。头前就是第一步，讲你要找出你人生的目标。伫前几期的这个《天下》杂志，我特别迄是《天下》杂志的这个总编辑款伊写下：人生是为了什么？人生是为了什么？你奔跑劳碌为的是什么？阮的这个黄树伦博士以13对香港来这个拜五。台北的香港教会有7节中会传道部的这个演讲讲座，有50几位这个传道者参加，教会者长会做参加，讲会计师，讲这个雅各书，暗时伫台地教会，我礼拜去台地教会，讲哇，这个教会
在是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这次我是讲，蔡庆生牧师，伊讲15年前去这间教会是7月10个人，教会是30个。我有2暗住伫以前的教会啦，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牙科医生一个陈世芳医师，教会底价用1850万，哇！迄阵感觉诚贵咧。毋过即摆计值3000几万，30个教会，但是因即摆教会是300个。这个黄主任牧师伊即讲对传道书看银子甲财富，哇，讲得真好，哇，大家真感动，安尼非常好。咱人生为什么？天下杂志这个总编辑安尼写，伊是讲这个伊看到贾博士，iPhone， 哇，这个苹果安尼全世界产值安尼赢过一个国家。贾博士伊的传记的作者叫做埃萨克森，伊讲有伫一场毕业演讲中间，伊讲贾博士伊家承认，伊讲伊追求上介好的产品，伊有热情，但是对这个公益的利益无处理。所以这个我看这篇，我感觉特别家己安尼家己命送啦，然后讲真好讲咱拢这边比较新讲就爱追随你们的热情。伊讲这样是上好的宗教。伊讲若安尼是，会变做讲你自以为是，掠家己做主要，自以为大。即款的世代拢是自私，为着家己有热情，所以这个真出名一个作家，伊来讲人生毋是一切拢为家己，是为比家己更较悬一点仔的目标，为着你的社区，为着你的国家、你的世界，为着任何你感觉会当得到真理的理想来努力。咱来看。为着要互咱伫事业、教会、伫社会、伫家庭，也是个人的工作、学业各方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首先你要真清楚、真明确知影，你的生活、你的目标是啥物？我本来想讲这少年团契的示范了，就要去参加花艺，但是我想讲因会留落来安尼所以真好。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换一句话来讲，是讲你要为什么来活？一个签字笔的故事。伊讲有一支笔是金的，外口咧卖100美金，安尼几啊箱，好像不便宜100美金，以前可能是迄个镀金的款。但是，这支金的币不如迄个3块5块的原子币，原子币3块块对嘛3块5块，因为这支签字笔更加好看。原子笔3块5块会当写。伫澳洲出世迄个28岁尼克，尼克伊旧年来台湾。伫非洲南，哇，应用真侪人，基本上应用着。尼克夫子出世，伊无手，伊无骹，有啦，有一支叫做小鸡腿啦。伊讲内底安尼用一支镜头，伊讲听一支脚腿真好用。我有2摆去韩国，看伊伫即个迄个世界上大间的教会，如意岛，或者如意岛。春福音教会，这个赵基牧师教会同家有去讲台，伊就是用迄个小鸡腿咧现圣经啦。伊讲用安尼，伊支小鸡腿哇，会当做遮侪代志，会当拍电脑，
伊讲1分钟48个字，这样快还是慢？慢。啊，对我来讲是很快的。你再讲一个，你个今年结婚了呢？哇，娶一个真水的这个新娘啊！哇，你看他想做什么，他就能够做，懂吧？啊，你可以去分析，从人生不设限。伊讲我那好的不像话的生命体，好的不像话，哇，伊安尼形容啊，这本册啊，这不是我讲的，有这好的不像话，因为伊有信仰，伊我佫相信，人生不设限，伊想要做，伊通做。伊10岁以前，伊捌有2摆想要自杀，伊失望，对伊人生失望绝望。伊伫祈祷自细汉，祈祷上帝，我的手我当时要生出来。甲杨永田共款，杨永田细汉的时，伫6个月外面，他讲爸爸，杨永田，我的手什么时候可以长出来？他问讲，他没有手没有脚，为什么叫恩典？我就杨牧师给讲，你没有手，没有手啦，杨永田没有手。伊讲，那你准备去扫把他，那是不是恩典？也嘛是恩典的，哇，有很多恩典。卢卡斯画家。尼个10岁以前，伊想要自杀，讲伊怀以后，互父母负担。但是即摆今年已经29岁，伊上帝通过伊做，互伊伫全世界影响几若千，可能是几若百万人，超过500万人，甲所在做见证。伊诚做一个激励人的大师。伊到伫世界各所在，伊激励人的心，伊分享上帝听，见证上帝做。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主要目的，咱的生命若失去意义，咱就会失败。除非你找到咱人生的目标，你活着的目的。本身咧，伊讲明讲伊的目的，就是讲我认捌基督，我知影耶稣基督佫活会到大能力，我知影我甲伊三角相苦，就是伫伊的死，我也甲伫伊的死内底，甲伊佫活，为历史3章13到13。本身咧，意思就是讲。我认捌耶稣，我才会当亲像伊。所以，保罗先生伊一生中间，当伊认捌耶稣了，伊活着，伊一个真简单的目的，伊就是要亲像耶稣，学像耶稣，就是伊目标。咱2礼拜前咱看这个民书哈，民书讲2012年，伊的目标是啥？更像耶稣，哈利路亚！3礼拜前三国时，这个我本来拜第一册，有大家买了就搁送啊。这是伊6年前，伊身体无爽快去检查，医生甲讲我胃癌、胃腺癌。末期，伊的人生可能剩3个月到6个月。医生来讲你着要安静、好好来治疗。伊伫8月2日，上帝赐伊3国时，伊最后。伊讲伊敢若伊的王牌内底有写几字，讲生在主里，活在主里，死在主里，一生属主。生伫主内面，活伫主内面，死伫主内面，一生属主。真正伊本来想6个月，伊佫加我6年。
即个最后要转去，即个即半年啊，即年中间，哇，伊安尼真谦卑。伊讲医生该开的药啊，边仔人互伊食药啊，无甲讲，所以咧做弥撒时啊，失禁啊，哇，了失禁，安尼足惭愧啊，是讲伊安尼拢袂赴安尼。伊讲虽然是安尼真，敢若囡仔共款讲家己照顾迄个仆人，家己骂讲敢若对骂3岁囡仔共款。讲你都一死啊就好啊，就到便所，你谁也袂忍耐安尼啦。哇！伊讲安尼，互伊讲个安尼，伊讲安尼，甲家己讲衫裤拢换换，家坐伫遐，讲安尼，家己冲敢若讲出事的囡仔，安尼搁咧互洗身躯安尼，咧互人，伊讲这上个讲快学习，就是讲伊一生的中间，伊地位一直愈来愈悬。做过校长、当署长、辅仁大学董事长，做过主教、书记主教，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伊感觉讲上个学习啊啦，伊讲伊就来个谦卑倒转，所以伊写文章互人真感动，咱会当去看，去上网去看。伊讲伊每一天掏空自己，就回老还童，登峰造极。伊正面对伊愈来愈歹的身体，伊强调，因为伊家己的软弱，即款的软弱来治疗伊的虚荣心，虚荣心，人遐个身份地位，伊离开的时，伊讲只要一盏灯，一副穷人的棺木，安就够了，让我穷到底。学像耶稣。第二步就是忘记过去，好像很简单，但是好像也不容易哈。忘记过去。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我听底下我无聊家己已经决定，只有一件代志，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头前所踩标来跑走。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对顶面调我来得到的胜利。咱来会记哩，要关于这个过去有两样代志，就是忘掉不好的事。我捌听赵基牧师讲，伊讲咱伊这边的来，伊讲咱即马垃圾车来，咱垃圾啊，就甲淡掉对。但是咱常常等了了，咱敢有讲过3天5天，佫去甲找倒转来，佫倒转来，不愉快的过去。保罗先生伊家己的经验，伊捌为着信仰，伊感觉遐信耶稣的人，拢是歹人。拢是无好人，所以啊，害真济初代教会遐异动，伊捌害真济遮个无辜人，造成真济人的痛苦，甲遮个伤害。当伊信主了，伊爱做一个选择，伊无爱个一直咧回想讲过去伊安怎，伤害遐济人，伤害遐尼济。无辜的人造成真侪人的痛苦甲悲哀，伊无爱因为过去遮个经历，来颠簸，害着伊向前，为着要安怎要宣告，咱讲伊是宣告的速度，或者是去宣告，即款的机会。伊要袂记哩过去的错误，继续，伊要向前来跑走。有一个故事在讲，伊1929年，伊过年时，美国有2间大学，加州大学甲纽约这个大学，因进行一场这个橄榄球比赛。伫比赛中间，有一个真优秀的
即个球员叫做 Rigas， 抢着球了啦，毋知影咧头壳歹去咧，怎走毋着方向啦，结球讲卡去对方的方向迄边去啊！本来会当得分咧，哇，失分，是咧创啥？哪样？所以伫中场跳滚的时，对你开始摸头，哇，真伤！我哪会安尼啦？哪会犯这个错误？好不容易，这个球会当得分咧，啊，我煞甲踢对毋着边去，啊！今仔日阮输赢就是12只呢，啊！是真甲安尼，这伫遐毋知要安怎痛苦，家己啊流眼水。就是等于真痛苦的是，教练来甲安慰。你起来，站起来。伊讲即摆球赛才进行到一半，你得倒转去，回去球场，你还有下半场，继续努力。注意看这，咱每一个人除了会去，咱上帝也未。接咱啊活到天年嘛吼，健康活到天年是咱的愿望。咱也未上帝也未接咱转去，也未互咱安息以前，这拢是咱的下半场。上帝真乐意、真欢喜，袂记咱的人生，咱的前半场，咱所做也毋对，也是有意，也是无意。咱所犯的罪，也是所犯的错误，对家己，也是对家庭，也是对人的这个伤害。以赛亚43章9节讲：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无要为着，只有我为着家己的缘故，去抹消你的罪行。我也无纪念你的罪恶，咱的上帝是这样听，这是咱的信仰。我早起起来，我嘛是来对不 TV 吼，我灵修啊，叶光明牧师安尼吼，你讲咱人生有个选择，头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信靠上帝，啊，一生的中间，上帝我人有灵魂，人有一啊。毋是死就煞无，咱到上帝遐。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讲，你甲上帝建立，人甲你传福音，甲你分享，你无接受。我到为一个朋友，伊捌一届甲我分享，讲伊的前90岁，伊前甲一个后生，啊，第2场就查某囝嫁。我家庭出世就是真好条，毋是王永健迄个家庭的。是啊，出世都是真富足好命，大豪宅，有用武，一世人食菜，正天性的不够大，顺利有不等。伊去96岁时，看伊的前母来讲，吼我吼，即摆伫2年前我看到即摆袂行吼，都爱坐轮椅，都拢爱靠人，所以吼。啊！伊个囝交代讲，即摆去佛堂，你替我跪啦，妈妈无法度跪啊，你替我去跪啊咧。伊讲这个前母90几岁哦，要不有法度家己一个去台北市个俗的，哇，世界面物件90几岁，安尼有幸福无？有哦，真幸福。但是伊前母甲伊讲啥咧？伊讲我吼，即摆干2个心愿，伊讲我前母你有啥物心愿？伊讲头一个心愿就是讲好死啦，我即摆要死去的是会好死。啊，第2个心愿咧，后出世毋通搁做人。哇！死人食菜，后死人毋通。迄个信仰，决定人生的结果。忘记过去要过去，就忘掉好的事情。啊，我刚刚是有一届
单位是季宝如，季宝如嘛出一本变成叫做《爱逆转胜》。哇，伊啊自细汉就是做摇钱树的童星，讲起来真可怜。伊的字讲较无几字安尼，所以18岁，伊就甲于龙结婚，离家出走。后来，伊甲于龙因安尼创业，趁诚侪钱，投资股票，哇！若无就业嘛是几若千万的。哇，真有劲！但是佫无偌久啊啦，金融风暴，伊讲剩下2亿，2亿就是唯一甲10亿，拢无啊，都这样的东西。伫伊人生拄着真凄惨的时代，安尼。伊讲伊有3个后生，去酒店上班，伊啉酒酗酒，转来是，伊囝18岁，高中，伊大囝180公分，伊无到150公分，伊讲食酒转来，暗时转来，3个囝拢甲起来，我就一个也没有，都是你们害的，若无你我就免这艰苦，我就免安尼去上，就家己个囝就用跳的，跳个肾水病，拍袂着啊。所以变真大伤害，忧郁症、精神分裂。但是即马即摆，爱逆转胜，唔需要逆转胜。其实人一生的中间，点菜拢伫过去真水的一个回忆。真好美好的时光，但是到下半场的时，伊敢定定咧回忆过去。咱若是讲一直生活伫过去，这是一个试探，回忆是好，但是你若一直敢若咧回忆过去，享受过去美好的回忆，安尼这个是一种的试探。所以保罗现在伊知影。伊讲，并毋是只有靠真水的过去，就有道业来成就未来有所作为的保证。所以《腓立比书3章4到6节是指保罗是咧，伊讲我无要搁为着过去，伫遐来留恋。伊讲我活着要亲像耶稣，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代志，无论是好的还是歹的。拢已经成做过去的历史，所以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为着耶稣来。第3步就是讲，面对现在，活在当下。腓立比书3章13、14节，讲袂记得后面的事，必以头前的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但无因为过去的回忆、的梦想，是为着未来。咱来为着这个，点在想过去，是讲想未来，伊讲这是这两项拢是较简单的代志。但是面对现在，实在是一个实际的挑战。约翰福音11章内底有记载耶撒罗，玛利亚马大的兄弟耶撒罗，耶撒罗死去啊，马大玛利亚赶去通知耶稣，讲我兄弟耶撒罗死去，耶稣话你就紧来。但是耶稣来以后，已经4天啊！耶稣来即摆才来，耶稣罗已经死去4天啊咧。所以这个马代，伊拄着耶稣，就甲耶稣，伊马代甲伊讲，
耶稣甲伊讲，讲，各活在伫我，生命在伫我，各活在伫我。马太伊随耶稣应讲，主啊，你早若伫遮，我的兄弟一定会死。耶稣甲马太讲，你的兄弟一定要过活。马太伊就想，是讲要过活，就是讲对啦。伊讲我知影，伫末日的时，过活的时，伊要过活。伊知影耶稣伫以前有能力，伫未来有能力，但是伊无确定讲耶稣伫现在是毋是有迄个能力、迄个贵人。耶稣对伊讲：过活在伫我，活命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要过活。既然活着信我的人，的确永远袂死。耶稣讲：你信这个话无？我大甲耶稣应答讲：主啊，是啦，我信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囝，但是伫即个时，伊的宣告也大家会讲，毋是伫昨，也毋是伫今仔载。我即摆相信，主你要互我的兄弟约瑟罗，即摆就要过我。所以迄个时了，即个马太伊才是真正，耶稣安尼来讲是在提醒我，耶稣是。昔在，永在，今在的神。所以，当马太开始面对现在时，并且将信心化作行动。后来咱看这圣经上，就撒到有过活无？哈利路亚！面对现在意思就是讲，咱现在就要相信耶稣基督，也相信伊今仔日。伊要改进，伊要伫咱中间，伊要甲咱做伙生活，要互咱伫生活中间达成咱人生的目标。结果来讲，讲面对现在是代表咱，就选择去面对每日的生活。咱毋是要活过去，也毋是为着将来，也是即时、即个时就是现在，咱来把握。伫咱身边每一个机会，并且来达成咱人生的目标。我今仔看中期的这个演训，第一篇我看这个副院长的文章，是即摆伊文章是写讲这个系统失灵，台湾咱也是，伊讲进前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去甲伊去找伊甲伊坐安尼吼，你讲伊最近出一本书叫做。台湾大崩坏，看衰台湾，看衰台湾就敢若毋是敢若伊咧吼，即马降一真悬的这个比例，这个杨志良前署长伊有讲着讲，即马大家拢认为讲四不一没有四不就是讲即摆的人不婚无要结婚，不生无要生，无要生囝，不养无要饲囝，无要不活，歪，一没有的时候没有前景的活，你就来不婚，这样悲观。不过看伊咱副院长咧讲咱基督徒毋是安尼。伊讲虽然咱有遮个条件，但是伫头前台湾要有大改变，这个大改变就讲咱要有大进步，要继续向前来行。咱我靠主，耶稣后伊上爱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3章第5章第3到第5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让我们羞愧。我最后我是用这个去年1月7日这个郭院长伊属人的感恩礼拜中间，伊用这个18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做爱德华兹华人基金会，伊用伊的献身国际术郭院长引用
伊讲伊要入住一生就甲人管，也要军队上帝，甲人有和睦相处的一个生活，来成做伊人生目标。啊，真敬佩！我当时我的目标，我想伫遮，咱两兄弟姊妹，三个面弟，伊讲几样头前就是讲，我要做最能够荣耀神的事。第二讲，我要善尽职责，为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从伊迄个有一个调舞，就是讲张机走出去出去走进来，所以咱的教会嘛是要走出去，咱的社会群众走进来。第三是讲，做事绝不胆大妄为，把每一天当成生命最后一天。活在当下，每一日拢当作最后一天。散播是善书记主教，这个上帝用心的落步，伊就是安尼。每日活出上帝听，伊最后伊这几年中间，就看伊哇，伫台湾安尼走透透所在全拢上帝听。所以伊留落来，有人咧写人讲留两项物件啦，两件东西，就是这个价值甲信用。其实正正就是上帝听。第四样就是讲，爱常常有上帝的话，读圣经，对上帝话追求、了解真理。我伫圣经讲过。有人讲我老师你袂三背圣经，哇，真好！推动圣经，将上好的圣经甲大家分享。我若去迄个所在，迄个圣经拢上帝话不打成语，但我去的圣经拢是拢打折，甚至打五折啊。上帝的话不打折，不过圣经可以打折，就是一个鼓励。上帝话。第五项伊是讲每日。每礼拜、每个月、每一年结束的时，我要问我，是毋是我有比以前做较好？我有进步无？一日比一日较进步，一日比一日较好，一日比一日较亲像耶稣。最后伊是讲不随心所欲，任性而为，要完全为上帝所用，直到。上帝调咱，一日咱当心来祈祷。之前特别上帝感谢你，你再去你灵命你落步，你听人的祈祷，你灵命互你落步，昨无声音，但是今仔日会通有声音，伫遮来分享上帝你的名。甲上帝你圣经内面的教示，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对腓立比书彼得，对保罗所教示的，所分享上帝你内面遮奇妙好妙教示，阮会当刻掉伫阮的心内，诚做阮伫每日阮生活的帮助。恳求你帮助阮，阮的教会。要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出发点。阮的中职，也是兄弟姊妹都爱搁担当搁较大的这个负担，会面对搁较大的挑战。所以恳求你的信心扶持帮助，特别你是阮看护保守，互阮的教会得到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搁较大。恳求你也祝福小叔。因夫妇伫新的教会，伫遐搁一个新的牧会开始，帮助阮，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健康、合一、合处理心意教会，也帮助阮的所行所做拢合你的心意。安尼，甲你恳求感谢，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